我角色咧就叫做全守正啦，咁就係糖果店嘅老字號嘅一個第4代嘅接班人嘅。咁啊，嗰個戲嘅一開始咧，咁我就認識咗阿 Sa 飾演嘅角色阿文清咁樣。每一位演員都大部分都合作過啦，所以修哥飾演爺爺咧，基本上係唔需要磨合噶啦，即係一望到修哥就已經好有嗰種親切感咯。咁同阿 Sa 亦都唔係第一次合作啦。咁我覺得阿 Sa 係一個容易合作同埋好容易有火花嘅一個女演員啦。咁所以今次同佢飾演都好開心㗎，都係冇需要時間磨合咯。好快大家就已經開拍之前都會傾下個劇本啊，大家點樣去演啊咁樣，都好深印象。有一日大家拍屋企戲咧，大家都全日都喺歡笑聲裏面度過。咁雖然好長時間，但係都好似唔經唔覺拍咗好耐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最享受咯，因為拍戲尤其是喜劇，你自己成班人都唔覺得好玩咧，出嚟都未必有嗰種效果，同埋大家都拍得好開心，即係好有合作精神。我覺得呢樣好重要。咁我覺得今次團隊我哋絕對有呢樣嘢咯。